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6月7日，欢迎收看5月5号中嘉台电新闻。台市政府实施违规停车的委外拖吊，差不到1个月的完成诉起，甚至被民众质疑抢钱、乌白条，纷纷定情。对此，这位议员也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应该规划好停车位，加为定配套，再来加强执行处理。台市政府自4月15号开始进行汽机车违停委外拖吊作业，实施以来引起不少的反弹，接受民众欢迎，连停伫无每项拢被拖吊。议员陈顺良批评，市府伫无增加停车位的状况之下，就来执行拖吊，根本就是为着增加市府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安的市政府赖清德没有能力开源节流，拿老百姓开刀。你敢知这吊车吊到偌严重？无所不吊，所有的集中的所在，拢是伫原有的台南市，拢伫原有的台南市。原东区包括仁德区、永康区、甲中西区，啊，包括北区、甲南区。恁所增加的停车位就对啦，拄啊26563位。26563位，我要请问恁，把这位遍布伫对搭，所有的车位敢能遍布伫阮东区，爱所有恁拖条费吗？阮各区拢有实际有增加咧，像咱迄个东区呢，本来是差不多3580个路边，即摆已经有迄个9400位啊，所以比例呢增加了59%。对，刚刚汽车、小客车啊，所以汽车我们是有努力在增加不管是路边、路外，我是努力在增加啦。但是像伊这讲的，这实际呢很难符合讲100%提供公开听，政府也没那个能力啦。因为业者伫执行拖吊的同时，必须要有环境伫边仔配合执行，所以议员出社会，烦恼伫警力原本就不足的情形之下，佮要配合民间拖吊，恐惊会增加环境的勤务压力。本来警力已经不足了，那现在又要配合民间拖吊厂，警力要配合民间拖吊厂去做这样的一个那个拖吊。是不是那个警力已经在不足的情况之下，又更加加重他们一些勤务？议员洪玉峰建议交通局伫执行拖吊的同时，也应该要有符合比例的停车空间，若无将会引起民众的反弹。但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地方街愈来愈悬的年代，却出现愈来愈侪人无厝通住现象。对此，议员陈义鼎认为，市府除了挖靠中央的补助以外，更要有相关的方案。协助符合有租金补贴需求的民众，会当顺利买厝，也互能力买厝的人减轻贷款负担。中央政府为青年所推出的安心成家方案，伫1802年就已经停办。议员陈义鼎希望督发局会当研究相关方案，针对想要买厝却无法度负担贷款的青年朋友，会当协助因安心成家。其实大部分很多年轻人是想要买一个房子然后成家立业啦。那当然，我想这个贷款上面其实应该多给他们一些协助让他们真的去买房子来成家然后借由我们的帮忙。那当然租金是另外一条路那我想因为这个青年安心成家方案当然中央停办，那但是我们地方这边，我想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再检讨一下怎么让这些青年朋友可以更可以能够赶快来成家的一个方式让这些年轻的朋友可以真的在台南，然后好好的安心的住下来，然后好好的成家立业我想这个部分，请我们局长这边再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个我们会跟中央再来讨论啦因为中央现在允许6都可以各自有不同的住宅政策，是。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来跟中央再建议，看是不是也能够部分的来开放这一个
优惠利率。议员创全指出，该项议题也是未来民进党执政重要的课题之一，强调公部门应该主动推出相关政策，让青年朋友会当有能力负担。但新闻架山林根采访报道。为协助伊甸基金会筹募新兴障碍者的就业专车，但知名连锁头毛店特别串联全国32个门市，做回来为新疆朋友尽一份心力，而且各将5月每礼拜3定做团爱日，照卡电话预约，特免费替新疆者甲妈妈来剪头毛。这间台南知名连锁发行，为去年就开始支持伊甸基金会募集早疗专车。今年更加串联全国32间店，协助募集伊甸逐梦专车的行列。为了帮助伊甸基金会，米兰时尚发型推出团爱卡，并且将所得转手捐出，用来购买专车。另外，伊甸的公益大使李千娜也献身，感谢米兰时尚发型的爱心。我觉得你们都是一个拥有爱心的人，我希望像今天做这样的活动，希望可以把这样的爱心传给更多的企业的人知道，让他们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然后我在这里也要谢谢伊甸，因为你们常常就是找我去做这些爱心的活动。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是希望说自己有任何的，比如说虽然我没有太大的能力，可是我也会希望说我可以尽我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许汉忠因为本身是贫困出身，自细汉的日子帮助弱势，所以每一届社会上有任何需要斗相共的，伊拢会尽力来协助。其实我也要很感谢伊甸基金会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啦。从我们前年的早疗专车，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出生在一个家庭是一个比较贫困的，也是一个不是那么健全的。那从小就看到有一些救护车啦，什么一些消防车啊，上面都有一些那个某某企业捐助的啊。其实我从小就有那种想法说，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的公司或以我的名义能够做这样子一件非常友善的、非常棒的一个善举的事情啊！米兰也将5月份每礼拜3定做团爱日，只要打电话0800-601-4900来预约，地当免费替新疆者以及母亲免费洗头毛甲夹头毛，照顾更加多新疆家庭。电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第5号世界肺高压日之天，新台病院特别规划了健康宣导，让大家了解肺高压这项疾病，也让所有参加民众正确认识肺高压对身体威胁等健康教育观念。为宣导民众了解肺高压这项疾病，新台病院第5号世界肺高压日之天，在门诊大厅举办冲关游戏。提醒民众平常时爱加注意身体状况，控制体重，饮食顶面爱少盐少水，因为肺动脉高压只当用药控制，无法度长筋，呼吁民众千万唔通疏忽。那肺动脉高压本身它是一个罕见的疾病，但是它是预后不良的一个疾病。那肺高压会跟很多疾病有所相关，包括心脏、肺脏、血栓这些疾病有所相关。那肺动脉高压呢，最重要的呢是症状不明显，因此延误早期诊断的时机。那有哪些症状我们要考虑是肺动脉高压呢？包括说呼吸困难、咳嗽、喘，还有肿、积水，这些都要考虑到是肺动脉高压的情形。那如果说有这些情形的话，及早就医。在这几年来，药物上面有相当长足的进步，那药物的进步也使得预后获得相当好的改善。那在一般来讲，日常生活有许多要注意的，最重要的大原则就是少盐少水，不要再增加身体的负担。那要按时就医，跟按时服药，这样子肺高压的预后就能更好。民众透过储备的宣导活动，将自我照护观念教予大家，避免肺高压。民众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这项疾病，会当上网查询新台病院肺高压团队，会当得到更加侪资讯。电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
另外，新老病院在多年前就已经设立儿童发展中心，只是今年正式将小儿科、复健科加身心内科整合，开设了共同照护门诊，来帮助发展卡班的儿童有完整的医疗评估加照护。为了协助6岁进前的儿童进行发展迟缓评估，提供学龄进前的治疗，新老病院特别在今年将小儿科、复健科、身心内科整合做伙，成立小儿早疗共同照护团队。伫每礼拜一上午甲拜四下晡开设门诊，互父母甲囡仔毋免伫病院的门诊走踪，可以当减免挂号费。小朋友的一个成长跟发育，他的一个应对进退，其实有很多面向。我们会有3位医师，有小儿神经科、身心内科，还有复健科。我们3位医师会共同去做小朋友的评估，看小朋友真正的问题点在哪边，他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疾病要抓出来，还是说他需要的只是一些教育的方式，或是说我们有一些设计好的一些治疗方式。小朋友其实来的话就不用害怕，因为不会打针，不会吃药，那就是让他们去一个比较宽广一个游戏的一个空间啦。我们会用一些游戏的方式跟小朋友互动，抓住他的问题，然后也是用游戏的方式去帮他们做一些治疗。医师指出，临床上儿童发展评估会当为语言、沟通能力、人际关系、社交行为等等方面来进行判断。在儿童健康手册顶面也拢有真详细的说明。家长伫厝内会当先进行自我评估，也会当到病院做进一步的诊断。怎么判断？就是第一个，刚刚有讲到有一些宝宝手册里面其实有一些很精美的插图，它告诉你说，比如说我1岁3个月，我放手要会走路了。那1岁半他讲话要比较清楚一点，可以讲2个字的。那2岁他2个字的要讲得很清楚，比较会讲汽车啦，会讲香蕉啦，一些命名的部分。比如说他这样子，其实他整个一个发展的动作，他都有做一些很详细的介绍，在你的宝宝手册上都有。每一位父母拢扮演囡仔健康发展的重要角色，因此医师呼吁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提早发现、提早治疗，以帮助囡仔未来会当融入社会生活。台湾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人爱读册。为了让住院患者嘛当感受母亲节过节气氛，安南病院提前伫5号上午举办一系列母亲节活动，除了爱心义卖、爱在大声讲的活动以外，也举办一场妇女癌症讲座来关心妈妈健康。伫母亲节之前，安南病院为了要慰劳所有辛苦的妈妈，一同来辛劳，特别选伫5月5号一早。举办各式各样的母亲节活动，包括爱的打卡、你是我的花朵、义卖活动等等。院长也带领副院长等主管，甲康乃馨一类一类送予来到病院的民众，也有医护人员，祝福每一个母亲拢会当母亲节快乐。但是无论啥物劲吼，我是感觉讲人对妈妈吼，咱在是互动啦。咱大家拢知影讲妈妈足重要，但是吼。忙到即个下时较去上康乃馨啊啥啊，跟他一年一该约会安尼哈，我这个是太久了，太久了哈。我现在哈就有深深的感受，虽然我不是妈妈，但是我是爸爸啊。我的囡仔吼，拢
一年啊，几个月还甲我敲一个电话，我甲讲哦，这实在是，咱实在是迄款吼，咱将心比心吼，咱应该是吼，请啊吼，爱甲妈妈敲电话，啊，莫讲妈妈有需要时，咱甲去安尼吼，较重要，因为这个互动介重要吼，哦，所以这个母亲节对咱是足有意义的哈。现场举办爱就爱大声讲，让所有人到台顶对妈妈讲出家己心中的爱，让现场充满温馨的气氛。妈，我要跟你说，谢谢你这29年来对我的照顾。然后今年母亲节跟你说，母亲节快乐。就是你干嘛笑？我很感动哎。就是可能这阵子不能常在身边，然后就是妈妈我爱你这样。我要跟你讲说，就是母亲节要到，然后跟你讲说，知道你最近很辛苦，然后跟你说母亲节快乐，我爱你。哎呦，我应该不要把扩音关掉，我应该开扩音的。再来一次。啊，我爱你哦。再来一次，快点。好，老妈，我爱你。哦，我也爱你。OK， 爱你，拜拜。好，拜拜。阿南病院也特别安排各种医疗观念的宣导，希望让所有民众除了度过一个温馨的母亲节以外，也会当有更加了解各种医疗的观念。台联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由30位上班族所组成的喜乐爱心会，今年迎接母亲节，才来到美盛基金会大港分部来办理庆祝会，同时陪伴基金会大小朋友度过欢乐有意义的一天。喜乐爱心会是由一群平凡的上班族自发性组成的爱心社团。因平常时做真侪类型的善事，亲像是捐爱心物资、关怀老人、到幼儿园服务等等。上午因来到美盛基金会大港分部，要带予因满满的欢乐。我们是创立在103年的10月份，到现在已经将近1年多了。我们是一群上班族所组成的，大家都是利用休假期间出来做活动。我们会员人数大约30几位，虽然没有很多，但是大家都各有专长。我们的团队里面有带动组、气球组、摄影组、服务组，当然还有我们长期支援我们的朋友、乐团朋友。我们是秉持着说，是一个小老百姓的心声，想要帮助一些弱势的团体，为弱势团体做一些，把我们的喜悦跟快乐分享给他们。这年有心的民间社团要主动来办活动，也让美盛基金会内底所有的人拢感觉到温暖。群创光电公司的员工，还有他们的朋友，他们自己创立一个喜乐爱心会，他们来帮助我们办这个活动，就是让我们的服务对象的妈妈们、爸爸们，或是有这些妈妈们，这一次是为了母亲节，还是我们的老人服务的那些阿嬷，过了一个更快的一个母亲节。现场喜乐爱心会带着大朋友、小朋友做伙跳舞、唱歌，不但活动了因的身体，也将欢乐的感觉加入到因需要关怀的心灵当中。台联新闻网采访报道。当中艺术家洪琼华这摆受台南在地艺文空间邀请，特别准备25件作品，同时锁定女性作为题材来创作，呈现女性的各种面貌，也希望和民众会当发现作品当中的灵魂。无论是表现母爱，或者是舞蹈动作，穿着旗袍的少女，这各式各样的女性动雕作品，拢是洪琼华老师的创作。洪老师擅长把每一个作品拢加入独一无二的故事，也希望透过雕塑作品，让所有民众伫观看的时阵，会当透过观察作品的细节，甲作品交流，看到作品的灵魂。大部分都是以女性的创作为主啦。那有些人会说，这个女性感觉上好像蛮甜美的哈。是的。那我觉得在这个甜美之外，我比较注重的是，它里面蕴藏了一些就是比较能够跟大家互动的一个情绪，
包括他的眼神、他的表情，哈，那都算是比较属于内敛型的一个情绪。那我希望大家能够跟这个作品去互动，好，把这个频率接上来。好，后面我们现在再一次提到我们后面这2个轻型系列的作品，哈，因为以我个人来说，我是属于巨蟹座的个性，是比较具有无可救药的母性，那所以当这些特质慢慢的它会融化在我的心中，然后我会把它转化成另外一个元素，把这些转化的这些能量，我发出在我的雕塑创作上面，所以我乐在其中，这是我往后继续会走的一条很棒的一条路。单局人为已经入来安平已经满一档，所以大家周年庆的时候，我们特别邀请的也是在地安平的非常重要的国家公益奖的得主，是洪琼华老师。这一次洪老师用了20几组件的那个铜雕作品，在单局人文跟大家见面。除了欢迎非常温暖、非常快乐的母亲节以及5、6月份的来临，也特别用非常温馨的主题非常快乐的现代舞蹈的主题，来欢迎我们大家来安平游乐、来安平参观的各地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在6月12号以前，在我们的展期即将结束以前，能够拨个时段来安平玩。这届展览特别选伫单局人文艺廊，到6月12号，现场展出25件作品，欢迎所有对铜雕艺术有兴趣的民众，把这届机会，甲这作品来一场灵魂的交流。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2016第7高香港团就要伫母亲节当天演出春季音乐会，会中特别邀请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副席管弦助理首席郭玲玲来担任小提琴独奏，而精彩演奏先提前带大家做回来欣赏。来自加拿大的郭玲玲小姐用专业而且精彩的技巧和小提琴的音乐跳动在这个空间当中。这届郭玲玲小姐将要担任小提琴独奏这个重要位置。同时，台南市交响乐团也准备了捷克德弗扎克以及德国布拉姆斯2位作曲家的乐曲，要来呈现交响乐之水。邀约我们也算是台湾之光哈。我们郭玲玲郭老师来跟我们市交来搭配演出。那郭老师长期都在加拿大，那担任过加拿大艺术中心的一个客座首席，那也担任过目前是加拿大的芭蕾舞团的一个这个管弦乐团的一个助理首席哦。那所以其实在国际上有很多的演出的一个经验哦，那所以这一次可以邀请到他特地从加拿大回来，我们在这里特别感谢郭老师。亲爱的，别小看我春季音乐会，5月8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盛大演出。当天也是母亲节，所以欢迎全市的妈妈休困一天，大家做伙来欣赏美妙的交响乐。台新闻网站采访报道。南区国税局的高楼自从设立艺文展览区以后备受好评，每一栋受邀请的展览，嘛拢是艺文界精英，相当受到期待。而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28号，会邀请杨教授来展出伊历年来精选的书法作品，做回来欣赏。专研篆书、楷书甲行草等字体杨教授，因为具有个人风格，加上书法的意境真深，除了历年来各展联展已经有20几场，但就是嘛曾经受市府邀请为台湾船来题字。伫今年南区国税局的艺文展览区，嘛特别邀请伊30几百年来作品来展出，
同时得伫现场创作，和国税局的同仁拢纷纷围观，而了已经不是单纯的写字，而是艺术。我们国税局因为每一季都会邀请一些就是国内知名的一些艺术家来展览他的作品。那这一次我们邀请到这个杨玉秀老师呢，他的书法作品呢非常难得，因为他的书法作品非常的有名，而且受到各博物馆啊或者是那个美术馆的收藏。所以那再者就是说，因为书法艺术呢是我们华人的传统艺术，所以这次能够邀请他来，也希望同仁能够借由这样的展出，除了欣赏到非常非常美的书法艺术之外，也能够借此希望同仁能够陶养他的性情，然后将来有机会也可以学习书法。因为我们知道学习书法的人呢，基本上他的情绪啊，或者他的心性都会更为的优美啦，更为的平静。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展出，能够鼓励同仁。是。同时，杨玉秀伫现场嘛分享伊每一帮创作的心情，所展现不同字体形态，鼓励大家拢来学习书法，感受书法艺术的可贵。南区国税局嘛欢迎市民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28号之前，拢会当来高楼翕相。电视新闻顾问局郭国义采访报道。接下来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最云的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只有一成。海面边境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5月5号的中嘉台电视新闻，咱再会。